Hello， 大家好，我係草根貓啊。相信睇開我影片嘅朋友都知道啦，我本身咧係有一份正職嘅，咁拍 YouTube 咧都係業餘嘅工作。咁一直以嚟我都想揾件好嘅工具咧，可以幫我身兼兩職。最近收到華為邀請試用最新出嘅 Mate Pad 12X 啊，咁用咗大概半個月啦。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用後感。首先就同大家介紹 Mate Pad 12X 呢部機，主打就係平板嘅外形流動 PC 嘅體驗啊！一部主機加鍵盤再加 M Plan So Pro 一體化，3合1之後功能咧就打破咗一般平板嘅局限，完美演繹 PC 要有嘅精髓，成為一部可以輕易帶出街零負擔嘅流動 PC。設計又薄又輕身，重量只係得555克，大概就係一罐多啲嘅汽水重量。厚度只係得5.9毫米，目前有兩隻顏色嘅，分別係雨紗白同埋草木綠。設計方面啊，我覺得就好高貴優雅，佢時尚得嚟呢，亦都有專業嘅感覺。無論返工開會，抑或日常帶出街，任何場景都係好夾嘅。咁螢幕呢，就採用12寸超高清 Paper Matte 柔光屏幕啦，仲有抗反射嘅護眼設計，所以無論大家室外定係室內用嗰個感覺呢，都係好一致。keyboard 好好用啦，好薄身，長時間打字嘅手感咧都係好好，咁而且咧佢係靜音 keyboard 嚟嘅。電量方面啦，電池有10,100 mAh，85 分鐘可以完成充電，充一次電之後可以支援長達14小時嘅影片播放，又或者12小時嘅網頁瀏覽。我個人嘅體驗咧就係試過3日，日頭咧就拎翻公司用，夜晚咧就屋企長時間用都唔需要叉電啦，而且長時間用亦都唔覺得有過熱嘅問題。大家可以配埋觸控筆 M Pen So Pro， 呢支筆可以磁吸喺 Mate Pad 機身旁邊充電，用起上嚟咧，我覺得好有驚喜啊！嗰個手感同埋觸感咧係非常之良好，無論寫嘢定係畫嘢咧都能夠得心應手。仲有就係佢係支援最新嘅智慧快捷鍵功能，撳一撳支筆個頂就可以開啟最常用嘅 app， 輕輕撳下筆芯就可以顯示最常用嘅功能目錄。Mate Pad 內置嘅應用程式市場可以下載大家經常用到嘅 app， 嗰啲 app 咧係非常齊全嘅。好啦，跟住同大家講下我日常生活上面 Mate Pad 12X 係點樣幫我身兼兩職。首先就講下我正職嘅身份，本身我係做文職嘅工作，但係定期都會出去開會，經常性都會用到 PPT 啦、Word 同埋 Excel。好多時出去做嘢嘅時候遇到嘅困難就係有啲 file 我要返公司開電腦改，手機又改唔到，都幾唔方便啦。而 Mate Pad 入面嘅內置 WPS Office 就完美解決我遇到嘅問題啦。我可以隨時隨地開 Mate Pad 處理我嘅文書工作。WPS Office 用起上嚟同大家熟悉嘅 Microsoft Office 基本上係冇咩分別。內置嘅 Docs 就係應對大家平時用嘅 Word， 可以砌出好專業嘅文件，完全冇問題啊。Sheet 就係對應大家嘅 Excel 用開嘅 Formula 公式嚟到 WPS Office 都係一樣。Slides 就係對應大家平時用開嘅 PowerPoint， 同樣地都係可以好輕易砌到一個好專業嘅 presentation。 WPS Office 支援多種格式同埋大家平時用慣嘅快捷鍵。簡單嚟講，有 Mate Pad 之後，我可以隨時隨地處理公司上面嘅文書工作，方便好多。同埋 WPS Office 係免費啊，大家唔需要額外購買，咁呢度又慳翻一筆啦。除咗處理文書工作之外，我間唔中都需要出去同人開會嘅，次開會又要帶埋紙同筆做筆記，抄完之後又可能隨時唔見 notes， 真係好唔方便啦。最近我就試下出去開會用 Mate Pad， 用內置嘅華為 Note 抄筆記，發覺真係好好用。每次開會可以輕鬆記錄會議嘅內容，有唔同顏色嘅筆可以畫出重點，寫起上嚟手感同用紙筆係一樣嘅，而且支援錄音功能啊！你一邊寫 notes， 部機就可以同步錄音，咁之後你播翻錄音嘅時候就可以對應翻當其時你係畫緊邊個畫面。咁呢樣嘢真係好好啊，因為有時我哋開會攞部電話出嚟錄音就好覺眼，唔錄音又怕聽漏嘢。會議後一鍵回放，聽聲睇畫面，咁就唔會錯過任何重點啦。今日我哋就會講下2026年上半年嘅計劃嘅。咁首先第一啦，我哋就會推出呢個新產品。講到華為 Notes 就要講埋我嘅業餘 YouTube 工作。
平時咧我要規劃 YouTube 出片嘅內容啦，咁華為 Notes 咧同樣都係好幫手，可以抄低我有咩 idea， 嚟緊想點樣拍片，我手寫我心。一個華為 Notes 就可以幫我記錄晒返工同埋 YouTube 工作上面所有重要事項，就好似我嘅貼身秘書一樣。咁關於 YouTube 嘅工作，最核心就係剪片。應用程式市場已經可以下載到坊間大部分嘅剪片軟件。我試過喺 MatePad 上面用 Filmora 剪片，嗰個體驗咧係相當唔錯啊！功能多，但係簡單易用又專業。用埋 M Pencil Pro 剪片，感覺咧就比起電腦剪片更加流暢，比起用手機剪睇得更清。以後就可以善用返工搭車嘅時間剪片啦。另外，好似我呢種唔出樣嘅 YouTube 頻道咧，係要用好多畫面先至可以令觀眾覺得唔悶。最近呢，我就想學下畫畫，等我嘅 YouTube 影片上面可以多啲唔同嘅畫面。MatePad 入面呢，就內置畫畫軟件天生會畫，第一次用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好好用啊，好易上手，有多種筆刷、畫布材質，配埋本身屏幕嘅 Paper Matte 柔光紙感覺上呢就好似用紙筆畫畫一樣。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第一日我係零基礎新手學畫畫，自學2日之後，大概已經掌握到畫畫嘅基本概念。好在有天生會畫呢個咁易學嘅軟件，先至令到我咁快上手。好快俾大家望下我自學幾日之後畫嘅畫。另外大家都知道啦，我有時會上網用 Canva 製作一啲 YouTube 嘅內容，喺應用程式市場上面都可以直接下載 Canva， 用起上嚟嘅功能同 Canva 電腦版係一樣啦，配埋 M Pencil Pro 嘅操作，感覺咧就更加流暢同埋方便，咁以後咧就唔使下下開電腦先至用到 Canva 啦。最後同大家好快總結下啦，華為新出呢部 MatePad 12X 將平板同埋 PC 嘅優點二合為一，完美展現到 PC 嘅功能同埋體驗。對於我呢啲身兼兩職嘅人嚟講， MatePad 既可以幫到我正職嘅文書同埋開會工作，又可以幫到我做 YouTube 嘅規劃、剪片同埋畫畫。有一件好嘅工具幫手，身兼兩職嘅我的確輕鬆唔少。如果你同我一樣需要一件好嘅工具幫手，我覺得可以考慮入手呢部 MatePad 12X。依家嘅零售價只係4199蚊，買機仲可以加399蚊換埋 M Pencil Pro， 價錢平過一部手機，平過一部 PC， 但係就有齊晒 PC 嘅優點，有流動性嘅方便，的確係好值得入手。大家可以上華為網上商店購買，即日起正式發售啊！草根貓都同大家爭取咗優惠，由即日起去到12月3日，喺華為官方網上商店購買華為 MatePad 12X， 輸入眼前嘅優惠碼就會送你華為 M Pencil Pro 一支，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心動不如行動，大家馬上掃眼前嘅 QR code 了解更多啦！咁今日關於 MatePad 開箱嘅影片都差唔多啦，鍾意我嘅影片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